貓要攞埋出去，等入邊嘅加樂寶區啊，入征咗去直路啦。前面君達德啊佔先啲嘅，外邊追佢噶嘛，有邢妙星啊，再見到中檔有龍澤飛區啦，入邊追有邢亮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有黃金騎士，最出嗰邊知恩徒步細水長流天蓬貓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透出噶嘛，邢妙星黃金騎士率先過佢，外邊仲有隻細水長流，最後50米到外邊細水長流，入邊呢就黃金騎士細水長流，咁啊都未跑過1600㗎。咁但係飛將揾緊位嚼出嚟喎，埋邊位置仲有滿心星啊！咁啊後多層啊嘛，等內欄呢做個勁好運啊！出邊追呢就海明神區大外到都靈福星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黃龍飛將入彎掙到出嚟呢就走啦先啦，滿心星響後邊呢就追緊佢，中間有電信巴打出邊海明神區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黃龍飛將佔先啦，滿心星俾你食完個位追翻上嚟第2、第3名外邊。海明城區第4位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幸運星球仲有少少嘅優勢，有愛心得第一隻上嚟啊，外邊位置精彩進將追啦，出邊有成數表啦，入邊位置呢仲有63嗰隻太太精神啦，再入邊就暴風之子啊，最後100零米有愛心得終點前將幸運星球趕過咗。中間精彩進將飛影嚟嘅，咁啊中間有銀翅勇士啦，黃衫入邊智力之城啦，藍衫入邊呢，咁啊仲有8000好運啊，入邊仲有2隻啊，新輝之星拉合爾啊，中檔位置仲有萬里雲添啊，運籌帷幄啊完全冇位嘅，最後100零米啦，8000好運就透出咗，外邊銀翅勇士埋邊追上嚟，仲有文采風流接近終點，先拔頭籌一出即成。係呢隻8直路啦，平海之星佔先少少，森林之王上緊嚟，中間有機械之星，天蓬貓亦都衝，響外邊位置就黃金騎士，最出仲有隻火悟空，響入邊冇乜位呢，又要捐翻入去榮耀掌聲啊！最後200米幾隻馬平排衝刺，外邊火悟空個去勢相當勁啊，入邊有機械之星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嘅馬呢，仲有黃金騎士，入邊呢森林之王，出邊滿樂城，入邊呢仲有暴族高手，夜馬嗰筆落翻班呢，就係呢啲火悟空贏，共創歡欣大。外檔咧褪咗喺後邊，樂勝天下又追翻啲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熾烈神區埋邊佔先啊！時時歡欣3幾個箭步換埋佢又過佢，外邊標誌極光亦都追緊啊！中道位置仲有穿甲戰鷹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標誌極光冚上嚟嘅勢相當凌厲啊！終點前將時時歡欣趕過，中間衝上嚟仲有穿甲戰鷹，第4名係蒸蒸日上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同心同樂仲係佔先啊！做好自己咧，響佢外邊就率先上嚟向佢挑戰啊！響入邊有呢隻咧就綠野飛馳啦，咁啊再後多層嘛閃光燈啊，中外檔追進翼快車，外邊志滿同行，出邊咗心紅紅啊，最後100零米同心同樂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埋邊啊綠野飛馳，中檔位置仲有做好自己，出邊啊志滿同行啊，接近終點同心同樂贏出大年初三尾場賽事第2名係綠野飛馳啊！做好自己第回報，同埋咧粉紅衫白帽內欄咧暫時墊有都靈冠星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精明選擇中間透出咗，外邊追佢嘅嘛有朗日志強啊，出邊咧博愛先鋒啦，大外檔啊知道穩勝啊，偷入邊上有大回報，最後100零米精明選擇佔先啊，率先上嚟嘅馬咧有亨氣啊，外邊位置追嘅馬咧仲有朗日志強啊，博愛先鋒入邊咧仲有大回報，接近終點亨氣拋離群區贏，精明選擇第2。第3名咧，有如立百川包尾入直路咧係豐盛嚟嘅，最後200零米啦，電信巴打放呢先嚟咗個幾身位喎，外邊一定掂追緊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開心三寶啊，出邊上嘅嘛仲有爆得美麗大外檔係馬路啊，入邊有贏威馳啊，接近終點一定掂贏啊，跑第2名嘅馬咧埋邊。有呢隻有贏威頭入邊上喎，有呢隻天外迎天啊，揈出嚟中間追，有佛亮老窩外邊超眼光，最出仲有隻安康萬里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超眼光撻着咗啊，中間位置佛亮老窩就追緊佢，埋邊有寶駿，第4位呢仲有百駿福星，接近終點超眼光贏啊，跑第2名㗎嘛係佛亮老窩啊，寶駿啊跑第3。